大家好，我係 Stella 李慧芬。嗱，上個星期咧就美國公布咗呢個非農就業數據啦。咁你話係咪好差咧？咁我又覺得即係爭少少啫，又唔係算話真係好差，即係比預期咧差少少啫。咁但係咧又見到個美金咧係大幅下跌喎。咁我哋今日咧就即刻同大家講睇下，究竟嚟緊嗰個嘅股市啦，或者係睇埋咧就話係嗰個嘅比特幣嗰個走勢啊。因為見到近期咧就同我哋所講一樣啦，就係反覆偏軟啊。咁究竟要跌到幾時先至完咧？咁樣樣，咁今日都會同大家去睇下，究竟係咩位度咧係可以買貨㗎。嗱，除咗呢個嘅比特幣之外嘅話咧，亦都會同大家咧就係講下嗰個嘅金價都係繼續回吐中嘛。咁究竟要回到幾時咧，先至又係可以買貨咧？咁仲有個油價，油價跌得咁緊要嘅話咧，去到我哋所講嘅關鍵位啦。咁究竟買唔買得咧？咁好啦，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咧就係講下嘅。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就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like and share 俾你嘅朋友噶。好啦，咁我哋咧就先咧就去睇一睇咧嗰個嘅啲數據先吓。OK，大家會見到咧係啦，大家就睇到啲數據啦。唔係我哋先睇我哋一陣間先至睇嗰個嘅美國個數據。我哋先睇翻人民幣嗰邊先，因為人民幣上個星期五都升得好多啦，其實連續升咗幾日㗎啦，根本就已經係因為大陸嗰邊兩會啊嘛，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咧，就話係好多不同好多嘅消息咧，會係講出嚟出邊啦，令到無論係股市啦或者係匯市咧，都有啲嘅波動性喺度㗎。上個禮拜五咧，人民幣就收市就報7.28啦，係在岸人民幣啊。咁就係2024年11月29號以嚟嘅一個嘅高位嚟嘅，成個星期咧就升咗456點啊。嗱，因為上個星期咧就中國內地就係開兩會啦，呢個係每一年3月份咧都會有嘅，即係全國政協同埋人大啊。咁啊就北京嗰邊咧，即係中央嗰邊嘅時候咧，就表示係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咧係基本穩定嘅。咁所以之前大家去炒就話啊，佢會貶值啊，會跌穿7.4啊。咁佢既然講得呢句説話嘅時候咧，就即係唔會跌穿7.357啦，即係唔會跌穿7.4啦。咁所以就好多睇淡人民幣啲人咧就哇嗱臨咧就即刻平倉啊。咁好多市場上面啲人就認為啊，人民幣個匯率彈性咧會越嚟越大啊，但係個貶值嗰個容忍度啊，即係唔係好接受到佢咧能夠貶值嘅。咁咧就即係中央嗰邊啊，咁咧就所以大家就只可以睇升，就唔可以睇淡。當然啦，譬如如果你係7.1啊，7蚊嗰啲地方嘅話，你睇淡梗係好正常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搏佢穿7.357嘅話咧，呢個機會就好微啦。咁人民幣人行嘅行長潘功勝咧，就喺14屆全國人大3次會議經濟主題嘅記者會上邊咧，就延續佢之前嗰幾個月嘅講法啦，即係都係重複再重複啦，表達咧就係今年咧係要實施呢個嘅適度嘅寬鬆嘅貨幣政策嘅考慮嘅。咁佢咧就表示啊，北京喺匯率問題上邊咧嘅政策同埋立場咧都係一貫嘅，即係唔會話調劑咁突然間又想去貶值，突然間又想去升值，係冇呢樣嘢嚇。咁咧就堅持市場喺匯率形成入邊嘅時候咧，決定性嘅作用，保持呢個嘅匯率嘅彈性嘅，堅決防範匯率超調嘅風險，即係調整就可以嘅，但係咧係過分貶值嘅話咧就唔接受噶。咁啊，保持人民幣匯率喺合理均衡嘅水平上邊咧，就係穩定咁行啊。咁啊，第一財經最新嘅調查咧就顯示啊，好多嘅經濟學家就對3月底人民幣對美元嘅中間價咧個均值咧就係7.2左右水平嘅。咁佢哋認為今年嘅年底啦，人民幣對美元咧就有機會去到咧係7.1，即係佢哋表示睇人民幣會升值啦，亦都有機會表示佢哋認為美金係會貶值嚇。咁啊，中國民生銀行嘅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咧就認為啊，
整體嚟講，大陸嘅經濟狀況咧就係明顯地咧就好轉咗嘅，雖然唔係話一個好即係好大幅上升或者 V 型反彈，但明顯地咧喺橫行之中或者係最離最壞嘅時間咧已經係過咗啦，慢慢係穩定向上嘅。咁啊就亦都係兩會期間咧，亦都釋放咗好多穩增長嘅政策信號啦。進一步咧就為外匯市場平穩運行就做咗一個良好嘅基礎喺度嘅。另外啦，大陸央行貨幣政策報告亦都釋放咗明確嘅信號啊，加強外匯市場嘅管理，維護市場嘅秩序。咁即係話咧，人民幣唔會貶值之餘咧，亦都唔會大升，佢會以一個咧係穩定橫行嘅局面嘅。而另外啦，東方金城首席宏觀分析師黃清咧就表示啊，今年咧就會着眼喺呢一個嘅有效應對外部嘅經貿環境變化，即係主力都係講緊中美貿易戰啦，因為特朗普嗰邊又加中國嘅關稅10%又10%咁樣嘅，人民幣嘅匯率彈性咧就會係越嚟越大噶啦。貶值嘅容忍度咧，亦都會係有所提高嘅，但係咧就會係持續喺合理均衡嘅水平入邊咧，就雙向波動，即係唔好話單邊升或者係單邊跌，會喺一個穩定嘅水平入邊咧，就會係上落市嘅啫。今年宏觀政策穩增長嘅力度咧，就會係進一步咧係加大嘅 GDP 嘅增速咧，就會係繼續保持咗喺中高速嘅增長啦。咁就係講緊5%嘅，亦都會顯著增強人民幣匯率嘅韌性嚇。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之前如果有大家有睇新聞嘅話咧，都有聽到佢哋咁樣講噶啦，就話係嚟緊呢一年嗰個 GDP 嘅話咧，就會保5啦。咁同埋亦都係個人民幣咧，亦都要一個橫行嘅局面，即係要穩定咁去橫行嘅上落市，唔想有太大嘅波動性喺度啊。好啦，我哋睇下人民幣嗰個嘅走勢先。之前我哋都講過，就話係人民幣只要唔好跌穿7.367嘅話咧，其實佢就做咗三底嘅，咁啊三底唔穿就必然上升啦。嗱喺上個星期呢個嗱呢幅係月線圖嚟嘅，咁啊呢個月。就係3月份啦，而家暫時係偏強嘅走勢嘅。咁如果繼續上升嘅話咧，唔排除個人民幣咧可以升到去7.1啊、7.1毫2啊嗰啲咁嘅地方。但係我覺得佢未必會3月份會做到，可能係3、4月或者3、4、5月呢啲時間啦嚇，咁咧就會係慢慢偏強，朝住呢個7.1呢一個嘅水平進發。但係無論點都好，7.367就已經係一個底部嚟㗎啦。咁啊，三底唔穿就必然上升啦。咁即係話我哋如果揸人民幣嘅話咧，就將個止蝕位擺咗係7.367以上水平，即係話你如果跌穿7.367嘅話咧，我哋就 cut loss 啦，否則嘅話就睇住人民幣咧係升值㗎。好啦，咁我哋又睇一下，除咗人民幣升值之外嘅話咧，個股市又點樣樣啦？嗱，呢一幅咧就係上證綜合指數嘅周線圖嚟嘅，上個星期一支大陽燭啦，咁雖然話星期五嘅時候咧輕輕跌咗幾點，咁但係咧完全係冇影響佢一個嘅升勢啊。嗱，雖然大家會見到咧技術指標咧係好似以為之前超賣喎，超買喎，咁啊會唔會擔心回吐啊咁樣樣？嗱，但係我哋見到咧就話係佢嗰個嘅兩條嘅移動平均線，即係就講係7周移動平均線同埋19周嘅移動平均線咧，就喺呢一個嘅3320點嗰啲附近水平咧，就係一個好強嘅支撐位啊！咁所以唔排除嚟緊話咧，就會升到去舊年年底嘅時候，即係第四季嘅時候咧，高位即係大概3500點附近水平啦嚇。咁啊呢一陣應該就會升到去嗰啲水平咧，先至係止步嘅。好啦，而港股方面咧，就係上個星期又大升啦，咁咧就最高去到24,670點嘅，咁啊雖然即係禮拜五收市嘅時候咧回翻啲啦，咁但係咧你大家會見到咧就話7周嘅移動平均線咧已經係升穿晒19周嘅移動平均線嘅啦，明顯地係開展一個嘅升浪嘅，咁啊之前我哋講啦就話係。全年恒生指數嘅波幅咧，即係高低位咧，大概係8000點左右。咁如果以今年
最低位係大概18,600、18,700嗰啲水平嘅話咧，咁啊而家就升咗5000幾點啦。咁如果你係8000點左右嘅話咧，即係升多2000幾點啊，大概就喺26,000、27,000嗰啲咁樣嘅水平咧就止步嘅。咁但係咧，我哋其實睇翻咧就話係大家見到呢幅圖啦，就話其實係喺過去幾年咧，恒生指數喺23,000點附近水平咧，其實做咗個橫行區嘅。一升穿咗嘅話咧，以量度幅度計算咧，整體嘅成個升浪咧係會去到31,000點嘅水平。咁當然啦，即係話如果假設今年嘅高低位係8000點嘅話咧，即係話出年咧先至會見到係31,000嘅。另外咧就話如果今年年中，即係譬如講緊係4月啊、5月份嘅時候咧，已經係做到去26,000嗰啲地方嘅話咧，大家就要小心啦。即係可能今年嘅下半年咧，純粹只不過係上落市，就係做一個調整，明年先再升上31,000啊。咁所以咧就話係大家應該就回位就揸貨，咁啊係去到26,000、27,000地方就要平一平倉先啦。咁當然咧，大家如果唔係諗住炒嘅，真係睇長線嘅話咧，咁啊可以等到出年31,000嗰啲水平咧，先至係平倉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都係以揸貨為主，除非去到26,000、27,000嘅話咧，先至係考慮係平揸倉，就短線睇沽，都係短線嘅啫，即係純粹炒一炒呢一個嘅偷雞嘅啫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大方向嘅話咧，都係升嘅。好啦，我睇下美國嗰邊啦。嗱，星期五公布勞工部嗰邊就公布咗呢一個嘅就業報告啦。2月份嘅非農就業數字咧就係增加咗15.1萬人嘅，而1月份嗰個嘅非農數字實咧就向下修正到12.5萬人，失業率咧就小幅上升到係4.1%，之前咧就4%啦。市場預計本來都係4%嘅。咁啊呢一個嘅數字公布咗出嚟之後實咧，咁啊市場點樣去解讀咧？就係話，咦嗰個嘅就業市場咧係有少少嘅疲軟嘅，咁咧但係政府就業嘅人數咧減少咧1萬人咧，就比大家市場預期咧係少咗嘅。咁啊，同埋就係2月份，即係美國2月份嘅招聘形勢咧，都算係 OK，即係都有十幾萬人，唔係話真係好即係即刻 cut 晒咁樣樣唔請人啊，都係算 OK 嘅咁樣樣。咁表明呢個勞動力市場喺經濟唔確定性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都係只不過係慢慢降溫嘅啫。咁因為咧就係中美貿易戰之餘咧，美國之前又話加徵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關稅啦，雖然而家有延遲嘅，咁但係咧就究竟會唔會突然之間又加啦？咁同埋咧就話係歐洲方面佢又會唔會係有啲動作咧？咁俄烏戰爭件事情又點樣樣咧？咁巴拿馬嗰邊又點樣樣咧？咁所以好多嘅不確定性喺度嘅時候咧，其實都令到好多嘅企業會係即係唔夠膽好放心地去擴張啦。咁所以咧就招聘方面嘅時候咧，而家有十幾萬咧都算係 OK 嘅。咁啊就但係一個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地方咧，就話係美國嗰邊會繼續，即係政府會繼續咧係裁員啦。另外咧就話係呢一個嘅Doge 方面嘅時候咧，亦都係有裁員嘅。然之後話咧，去到4月頭公布嘅非農數字咧，可能嗰個嘅失業率咧有機會咧係再升啊，同埋咧就係嗰個嘅非農數字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嘅即係個就業人數咧可能會係降低都唔出奇。咁啊喺呢個紮嘅數據公布完咗之後嘅時候咧，美匯指數就跌到落去103.5啦，咁咧就係11月8號以嚟嘅低位嚟嘅。嗱，非農就業報告公布咗之後咧，美國嘅短期利率期貨咧就出現一個嘅下跌啦。咁啊，好多市場人士一啲交易員啦就估美國5月份咧係唔會減息嘅，咁啊而家就估6月份先至會係減息。咁就話除咗睇下個利率期貨美國幾時減息之外嘅話咧，市場上邊亦都要留意翻就係嚟緊個星期六鮑威爾嗰個嘅講話，因為亦都可以有啲嘅蛛絲馬跡喺度，睇下佢覺得嚟緊美國應該幾時係減息㗎。好啦，我哋睇下美金嘅走勢圖先，頭先講啦，就跌到落去103半啊嘛。
咁咧就佢全個星期咧就由107嘅40嗰啲地方跌到去103半啊，咁啊跌咗幾百點啊，咁就跌穿咗呢個嘅小型嘅頭肩頂嘅形態啊。如果以量度幅度計算嘅話咧，就可以跌到落去102邊緣，甚至係100.80。咁即係話咧，當佢反彈翻，即係如果佢肯反彈嘅話咧，佢係可以反彈到106嘅水平咧。即係後抽翻之後嘅時候咧，先至再下跌。咁但係呢一個嘅跌浪咧，預期佢會落到去100.80，即係當101、102嗰啲咁樣嘅水平。美金係要下跌啦，反彈之後就下跌噶啦。咁啊，睇埋美股啦，Dow Jones 咧。上個星期一支嘅大陰燭啦，咁之前講過45,000點嘅水平之上就明顯地咧係做咗個頂噶啦，咁啊見到佢輕輕跌穿咗由前年11月開始形成嘅上升趨勢線啦，咁但係佢一跌就已經跌咗落去呢個橫行區嘅底部，咁即係42,000點嗰啲地方咧就有支持嘅42,000點，但係如果一旦跌穿嘅話咧，咁就會落到去37,700啊，37,700。咁啊，大家會見到好多嘅支持位啦，即係變咗佢落到37,700嘅話咧，唔係一下子到，佢分幾級。而家第一站就睇住42,000先啦，第二站就睇40,300，跟住第三站咧就睇37,700。咁無論點都好啦，即係美股咧都係睇淡嘅，即係道瓊斯咧，起碼呢幅道瓊斯圖咧都係睇淡嘅。好啦，我睇下 Nasdaq 嘅走勢先。Nasdaq 亦都係明確地喺2萬點嘅水平之上做咗個頂啦，已經係好多個次咧都唔能夠升穿啊！咁啊，連續2個星期大陰燭，咁啊確認跌穿咗由舊年10月份開始形成嘅上升趨勢啦。咁啊，亦都係啱啱個禮拜咧，亦都係跌穿咗。2022年開始形成嘅上升趨勢啊，咁啊整體嚟講話咧，大家見到幅圖咧，就嚟緊嗰個嘅Nasdaq 嘅話咧，要向下跌至16,400點，16,400點，同埋大家見到個隨機指數咧，明顯地係啱啱起步跌冇耐咋，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咧16,400咧都未必能夠守得住，有機會咧要落到去可能係12,000、13,000先至係止步啊！咁即係話咧，美國嘅指數，美國三大指數都要睇淡嘅。好啦，根據 Bloomberg 嗰個嘅報導啦，美國就建立呢個嘅戰略比特幣儲備同埋佢哋其他嘅數字資產嘅儲備之後咧，政府咧就計劃進行呢一個嘅審計，以確定佢哋持有嘅加密貨幣嘅數量啊。咁啊，呢一個消息咧就有一位白宮嘅官員咧係喺嗰個嘅行業峰會上面咧就透露嘅。嗱，上個星期四啦，就特朗普總統簽署咗一項行政命令，設立咗戰略比特幣嘅儲備啦，同埋其他嘅數字資產嘅儲備嘅。根據呢一個嘅行政命令啦，咁咧就呢啲儲備咧，其實就喺法律訴訟入邊咧係沒收嘅加密貨幣嘅注資嚟嘅。咁啊，其實咧呢一樣嘢係一啲都唔出奇啊，因為中國內地咧其實係而家全球咧揸住比特幣最多嘅國家，即係中央嗰邊話咧，第一就係美國啦，第二就係中國啦咁。咁咧其實兩個國家政府收咗啲比特幣嘅原因咧，都係之前一啲充公翻嚟嘅一啲嘅沒收嘅一啲嘅比特幣嚟㗎，咁所以我哋揸住咁多嘅話咧，咁啊好自然咧就要將佢變為一個資產啦。第一係就變翻現啦，變翻 cash 啦，一係咧就淨當係一個嘅戰略儲備，即係類似咧就話係98、99年嘅時候咧，香港政府咪入市干預嗰個嘅，即係當時好多大鱷。就沽港股嘅，咁跟住就係香港政府連埋4大家族嘅話咧，就一齊喺兜底度買翻啲港股啊嘛。咁但係揸咗太多，如果沽翻出市場嘅時候咧，就會係推冧個市，咁所以咧就唔沽啦。咁就整咗個盈富基金出嚟出邊嘅。咁今次類似都係咁嘅模式啦，即係揸住太多。即係如果美國同埋中國咧，將佢沒收嗰啲嘅比特幣咧掉翻出市場嘅話咧，就會推冧個市啊，直情會係令到嗰個嘅
比特幣咧會大跌啊，咁當然就唔想即係因為佢政府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就係去令到個市場咁大波動性啦。因為其實佢哋知道自己啲國民好多人都揸住噶嘛，咁如果推冧咗個市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冇着數。咁所以咧就話，既然有咁多人咧就會揸住呢啲嘅資產嘅話咧，咁啊中央嗰邊無論係美國啦、中國啦，都打算咧就係愛嚟做呢一個嘅儲備咁樣樣噶。咁啊個官員就透露啦，喺關閉 Silk Road 交易所之後咧，美國曾經一度持有大概係40萬個比特幣嘅代幣嘅。咁據報道咧，其中一半已經係沽咗出市場，即係有20萬個沽咗出市場噶啦。咁但係你大家會見到咧，就話喺10萬樓上，而家已經掉咗落嚟8萬嘅地方。如果再沽嘅話咧，咁可能6萬、5萬，可能亦都出現一個嘅係人踩人嘅局面啦。咁所以咧，如果佢寧願揀咧，就話係唔沽出 market 做一個嘅儲備嘅，咁啊就即將進行呢個嘅審計，同埋更加準確地估計究竟佢哋真真正正持有幾多，因為40萬係大家估啦，同埋沽出20萬亦都係大家估啦。咁所以咧就話。其實就話係而家要嚟緊話，美國就會係真正正去數下究竟佢持有係幾多啦，同埋佢哋嚟緊可能會再沒收嘅個數量又會係幾多嘅。咁啊，除咗呢個消息之外咧，另外啦，美國同埋歐洲當局咧就關閉咗喺莫斯科嘅加密貨幣嘅交易所 Granitex 嘅，咁啊就指控佢哋處理咗近1000億美金嘅交易。嘅，其中大部分咧就係聽聞據稱啦嚇，就係同犯罪同埋恐怖組織有關嘅。嗱，儘管西方試圖孤立俄羅斯嘅金融系統啊，但係呢個嘅 Granitex 咧，呢個交易所咧，仍然係俄羅斯啲人咧係進出資金嘅重要渠道，即係你唔俾我用美金，咁我咪用呢一個嘅 crypto 啦，一啲嘅虛擬貨幣啦，咁一啲嘅加密貨幣啦，咁所以佢哋就有呢個嘅交易所 Granitex 咧，就係俾佢哋愛嚟做進出嘅。嗱，喺2022年咧，就美國財政部咧就制裁嘅。即係呢個 Granitex 咧就俾美國財政部制裁嘅，咁佢嘅業務咧仍然持續係蓬勃咁去發展啊，唔理佢哋嘅制裁都係有好多人幫襯啊。咁佢哋嘅客戶群咧就包括咧就寡頭中介啦、武器嘅進口商啦、勒索軟件組織同埋毒品販運集團嘅。咁大家都聽都知道啦，就係全部都係一啲嘅黑市交易啦，或者係犯罪嘅人咧話咧，就唔會介意佢呢個係咪俾美國制裁，都依然會係通過呢個嘅 Granitex 咧係去做一啲嘅交易咁樣樣嘅。嗱，司法部咧就係同德國同芬蘭咧就合作啊，採取咗行動咧 disrupting 咧就係關閉咗呢個運營嘅 Granitex 嘅網絡基礎設施嘅。呢個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咧就被指控係跨國嘅犯罪組織啦，包括恐怖組織啦，提供嘅洗黑錢嘅便利嘅，亦都係違反咗呢個制裁。違反制裁就唔使理啦，美國即係成日都制裁人嘅話咧，咁自然就啲人就一定會係違反嘅啦。咁喺2019年4月份以嚟嘅話咧，據報道啊，Granitex已經係處理咗至少960億美金嘅加密貨幣嘅交易㗎啦。好啦，我哋睇一下呢一個嘅 Bitcoin 嘅走勢先。大家記得上個星期我哋都講過啦，就話係佢係跌穿咗呢個9萬蚊之後嘅時候咧，整體成個形態上面咧就已經係確認佢係一個嘅跌浪嚟㗎啦。咁只要反彈咧就沽貨嘅。咁啊而家見到嚟緊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咧，亦都係一支嘅大陰燭啦，明顯地咧就已經係繼續向下㗎啦。咁啊而家嚟緊嘅話咧，9萬蚊依然都係一個好強嘅阻力位嚟㗎。咁啊睇幅圖嘅話咧，咁啊應該就坐底都要跌翻落去6萬8啊、7萬蚊嗰啲咁樣嘅水平啊。即係如果以量度幅度計算嘅話咧，就應該係跌到落去7萬蚊左右嘅。咁啊睇幅圖嘅話咧，就越遲有機會就跌穿7萬添啊，落去6萬8啊。咁所以如果再睇下即係嚟緊幾個星期咧，嗰個走勢會係點樣樣？但係暫時嚟講，Bitcoin 都係以沽貨為主嘅。好啦，我哋睇下啲貨幣嘅走勢啦。嗱，見到歐元喺上個星期咧就大升啊，由呢一個嘅1.03
80咧，升到去1.0880啊，升咗500點一個星期啊。咁啊就啱啱咧就撞咗呢一個嘅阻力位嘅，撞咗2022年開始形成嘅阻力位啊。咁咧就 OK 啦。咁而家嚟緊話咧，可能就會做一個嘅大型上落市先啦，就1.06至到1.09地方度上落市先嘅。咁啊，當然咧，如果佢升穿1.09嘅話咧，有機會升到上1.12先就係止步啊。好啦，睇下 yen 嘅走勢嘅。嗱，yen 咧上個星期咧就係上升啦，同我之前所講嘅一樣啦，就係話yen 日元已經係跌落完成晒噶啦，嚟緊都係以揸貨為主嘅。咁啊，睇幅圖嘅話咧，亦都係升穿咗呢一個嘅148嗰啲地方嚇，先148。咁咧就嚟緊話都會反覆偏強啦，如佢回吐嘅話咧，可以去翻149至入嚟都得嘅。咁啊，但係咧就會係反覆偏強，預期佢要去到140啊，目標依然都係冇改變，睇140嘅。好啦，跟住就睇下個金價啲商品啊，金價嗱，金價我哋前個星期就同大家講咗啦，佢喺2955、2956嗰地方時候咧就做咗個穿頭破腳嘅信號啊，咁即係一個轉勢信號啦，即係短期做咗個頂部啦。咁咧就嚟緊就會係偏軟嘅，雖然上個星期咧係一個嘅反彈，但係咧佢都係冇升穿2956蚊啊，咁即係反彈完之後咧都會係再跌嘅。我哋暫時睇住個支持位就係2800蚊，暫時就2800蚊。如果跌穿2800嘅話咧，進一步向下嘅支持位就會係2720啊嗰啲咁嘅地方。咁啊，但係長線都係睇升㗎，金價長線都係睇升嘅。不過短期做咗個頂部，所以就係以沽貨為主嘅。好啦，睇下銀價嘅走勢啦。銀價上個星期反彈得比較多啲，但係喺形態上邊咧，佢只要升唔穿33個半嘅話咧，佢都係要下跌喎。咁啊，睇幅圖有機會咧就落翻去30蚊嗰啲地方嘅，即係話高位沽貨睇30蚊呢個水平。好啦，最後睇下個油價嘅走勢。油價真係唔知佢想點啊，因為我哋之前講過就話67蚊、66、67蚊實一個好強嘅支撐位，咁佢就啱啱去到呢個好強嘅支撐位喺度。咁咧就雖然上個星期咧就輕輕跌穿咗嘅，最低落過65.24，咁但係收市收翻67蚊啦。但係幅形態上面咧係好覺得佢會跌穿67蚊。但係如果真係跌穿嘅話咧，以量度幅度計咧，個油可以跌到落去40蚊㗎。咁我又唔知佢係咪真係可以落到40蚊啦。咁啊，但係暫時都有句啦，就話喺現水平咧唔好揸貨住，因為我覺得佢真係有機會下跌。咁咧就如果佢真係嚟緊個星期啦，真係確認跌穿咗67蚊嘅，即係譬如收市收喺62啊、63話就確認咗跌穿啦，咁就可以反彈沽貨。下邊咧，如果佢最盡可以去到呢一個嘅40蚊，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等多一個禮拜先入市係去沽貨噶啦。好啦，咁我哋就今日講到呢一度先啦，我哋下星期日再同大家探討市況嘅走勢。咁啊，大家記得啦，就係喺離開之前就like and share 俾你嘅朋友啦，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拜拜。